全運會。好靚啊！係咯，着燈帶添啊！邊個最好啦？指導啦，變咗就我記得唔好淨係好先，歡迎佢哋出場啊！記得。好啦，咁喺未開始齊內容全運之前咧，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日1分嘅糖水嘅力量。冇錯冇錯，亦都多謝晒你啲 fans 們好努力咯，你哋啊！果然係運動員啊，冇衫都好快，做人啦。咁我哋可以近前少少，近呢個儀式項目。我哋近前。嚟咯喎，一齊數咯喎，3、2、1。順利圓滿成功，唔該曬兩位嘅主禮嘉賓。請兩位主禮嘉賓咧可以先行就座啊！各位藝員同事就係可以係啊。A 隊藝員有丁子朗，我哋嘅隊長，跟住有何俊樂、葉慧敏、郭佩文，係啦。咁跟住 B 隊咧嘅藝員有我哋空姐隊長啊，係。跟住有羅天宇、李子晴同埋邵。我嚟咯嚟咯！哇！哎呀，冇咗啦！邊隻啊？好，下一個，係啊，一開波跟住就，唔好意思，好啦，sorry，我想問有人計緊分嘅嗬？有嗰度隊長，有代表Juliana，錯。OK， 好嚟㗎咯喎，好熱身啊！真係打得好好啊，條片。做運動唔好講第啲嘢先，好唔好？我哋即刻進入第一場羽毛球賽事。好，Joey可以繼續，跟住之後我哋換一換人啦。OK，係啦，到你輪流都會同殺波。嗰邊係有啲料到喎，真係。好啦，咁啊，睇嚟個分數咧就都幾明顯喎。都知道想打和嘅係咪啊？冇錯，1比5咪打和咯，係啊。有獎嘅嗱，不過咧，我哋都想請兩位觀眾咧，我哋影張合照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哋俾你揀一個人合照。咁今日咧，我深圳嘅朋友咧就發啲相俾我啦。原來今日咧內地咧喺度傳遞緊呢個火炬嘅，所以我哋香港咧係同我哋大陸啦、內地啦一樣嘅，去將呢個體育精神咧，去運動員嘅呢個突破自己嘅精神咧，係宣揚出去嘅。好啦，一切我哋驕傲送俾大家，我哋為香港嘅運動員打氣。識唱嘅朋友。8、7、6、5。
3、2、1，哇！佢哋好同步喎。係咯，你哋好似跟住。好，唔該曬兩位。可以留機幾大隻俾大家睇下先啦。rock 都有㗎喎。係啊，好啦，又嚟咯喎，10秒咯喎，咁快攰啦，唔會嘅。好嚟咯喎，10秒，大家一齊咯喎，數住咯喎，3、2、1，開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OK 喎。咁溫咁和平嘅，你哋冇。快啲，30秒啦嚇，計緊時㗎，快啲啦。係啦。嚟，30秒就交你哥。哇！不切入樽喎呢度。嚟，加油！我都掉埋。仲有幾耐？3、2、1。好勁啊！犀利啊，兩分，有一球真係加力我入。A 隊喺度等，A 隊喺呢邊等到 B 隊上場。B 隊係咪要有氣勢啊？要有個氣勢，我哋。嗱，鍾意你。羅天宇啊，叫緊你啊！羅天宇，你不如你要去嗰路射過嚟喎。好有氣勢啊 ！OK， 排隊。攞籃球係啦。OK， 好。咁啊，同樣30秒時間啦，我哋後翻一步啊，係啦。OK， 好，準備咯喎，3、2、1 ，Go！ 自己執翻先，麻煩。OK， 下個。係唔入㗎呢個？唔緊要。下個。緊要，加油！佢大女性。好，唔緊要。好，洪 Sir。好。哇，好大力啊！射手果然係射手啊！難遭驗唔到啊！再嚟啦！唔使咁斯文，我哋玩遊戲嚟㗎啦！加油！快啲入攻啦！哇！出咗嚟啊！羅天宇穿檔喎，終於！仲有最後5秒，4、3、2，犀利！錦上添花，完咗紅再整多嚿。好。嚟聽到聽歌。OK，thank you。全港市民唔好猶豫啦，一齊咧就係身體力行支持香港運動員。冇錯，俾啲掌聲鼓勵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開心喺呢度見到大家。Hello， 讓我哋一齊為全運會嘅運動員打氣。不再猶豫，送俾大家。識唱一齊唱好唔好啊？冇錯，咁我哋3、2、1就一齊嗌呢句口號㗎咯喎，咁我哋有傳媒朋友咧幫我哋錄影添㗎嚇，嚟啦！嚟咯喎！